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跟家豪学习汉语的夜读节目，我是家豪，很高兴每周能陪伴大家一起学习汉语，提高听力能力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向大家来分享夜读节目了，今天呢，我再次跟大家来分享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，名字叫做等你再回头，身边已无我。我们一起来听。在留言区看到一段话说，我曾千百次地告诉过你，你做一些事情会让我难过，但我次次说，你次次不改，你就凭借着我对你的喜欢，无视我的感受。可你知道吗？没有人受尽了委屈，还会一直等在原地。也许某一天，等你再回头，身边已无我。在感情当中，我们都曾为另一个人受尽委屈，但还是不愿放弃，总觉得坚持一下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我们给对方时间和耐心，也试图沟通应该如何相处，直到一次次的尝试期待，最后却只有失望的时候，我们才下定决心离开。相遇的时候，我们都曾性情过，茫茫人海，还好遇见的人是你，还好相爱的人是你。我们也曾幻想过与对方有一个温暖的小家，一个明亮的小厨房。所谓的爱情啊，不过是两个人在一起吃很多很多顿饭。爱情不介意平淡，不介意贫富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就相守到老。谈及许多感情散场的原因，不过是你低估了我陪你走下去的决心，我高估了自己在你心里的位置。如果有一天，一个人跟你说，希望你不要再让他难过了，我希望你能够认真地记住这句话，然后默默地去实现它。别等到爱的人消失不见，你才知道从前有多美好。这世间的爱，唯有珍惜，才能看见永恒。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读。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，记得分享给更多的朋友，让更多学习汉语的朋友们来跟我一起学习汉语。今晚向大家说一声晚安，我们下期再见。